有幾位嘅弟兄嘅話咧，輪流咁樣咧去為教會咧去講道嘅。咁咧佢哋咧亦都其實唔係全職侍奉教會嘅，咁佢哋都有自己嘅工作啊。咁啊無獨有偶一個包括我自己在座嗰幾位講道嘅弟兄嘅話咧，即係都係結咗婚㗎啦，有家室。咁有甚至乎有一個小朋友、兩個小朋友添嘅咁樣咧。我又唔咁可能你會諗咁佢哋嗰幾個邊度有時間去準備講道咧？咁樣我聽講全職侍奉嘅話咧，佢可以即係全職侍奉，即係全職可以安排自己時間去準備啦，去侍奉啦咁樣。自己有份工嘅話咧，點樣去準備侍奉講道咧？咁樣講道要寫，要仲要諗啊，跟住要寫啊，跟住要好多噼里啪啦嘢啊咁樣。咁可以答你，我都唔知點解準備到講道嘅，係啦。我相信啲有嗰幾位，另外嗰幾位4位嘅弟兄嘅話咧，我相信佢哋都唔知點解每一次都準備到講道，我都唔知點解。即係我唯有英文去讚歎嗰幾位弟兄，包括我自己 ，very amazing， 好奇妙嘅咁樣。即係神嘅供應咧係好特別嘅即係以為就好欠缺，時候到了嘅時候咧就係有所預備嘅咁樣。咁樣所以就係嚟啦，講道啦。未開始嘅時候咧，大家一齊低頭祈禱去準備一陣間嘅領受神嘅話語啦。神啊，爸爸，我感謝你啦，因為咧係你係去招聚啦，在座各位去嚟到今日嘅會堂啦。你嘅話語咧係好奇妙嘅，時候到了嘅時候咧係必有收成。在乎於嘅話咧，我哋有冇一份嘅謙卑，願意去聽，願意去消化神你嘅話語，同埋敢去冒險啦，去做一個決定咧，去試下用喺自己生命上邊，生命咧係有所不一樣咯。神啊，爸爸，我真係需要咧你嘅大能大力去祝福在座而家每一位嘅朋友啦。一陣間咧去聽神你嘅話語嘅時候嘅話啦，都係去專心啦，去聆聽啦，同埋咧去領受嘅時間。感謝神，以上禱告奉我嘅主耶穌基督之名所祈求，Amen。過去幾個月嘅話咧，自己有份分享咧嘅講道系列嘅話咧，其實今年開始㗎啦，一直咁樣。今個月10月份即係講咗10次㗎啦。10次講道系列嘅話咧，都係講記唔記得係乜嘢嘅系列嘅講道啊？係登山寶訓，耶穌喺山上邊嘅一篇講道。聖經裏邊咧就係喺新約馬太福音第5章、第6章、第7章3章都係講耶穌喺山上邊嘅一篇好長嘅講道嘅內容。特別係講俾耶穌嘅門徒嘅，真係在座我尤其嘅弟兄姊妹聽，一班基督徒聽，講俾我哋一班嘅門徒聽，我哋點樣去過我哋嘅生活過去咧，如果你有聽過嘅話，已經係講過耶穌已經係論及過嘅話咧，過一個門徒嘅生活方方面面，究竟係應該要點樣㗎啦？唔知咧唔知各位過去嘅時間啦，有聽完之後嘅話咧，有冇應用過咧咁樣？即係其實我都好認同過去曾經有講者咧，我坐喺度，我係做嗰個聽眾。其實我都好認同就係咧，其實即係聽講道聽完之後，其實都唔係聽講道嘅，
其實以前我哋返學都係咁嘅咧，聽完每一課之後，老師走咗之後嘅話咧，其實老師講啲乜嘢都唔知嘅，在乎於究竟我哋肯唔肯去用啦嚇。我就覺得咧，耶穌喺山上邊嘅呢一篇嘅講道嘅話咧，係非常之實際嘅。當我哋用嘅時候，你又知道非常之實際。耶穌其實係一個好實際人嚟嘅。只要你聽完之後咧，就去試下去用，就可以咧，其實真係可以改變到一啲嘅情況嘅，甚至乎一啲嘅思維嘅模式。所以咧，我鼓勵你，盡量每一日打開聖經睇一小部分，甚至乎聽完講道之後嘅話，試下用。今日咧，接落嚟啦，耶穌咧講到嘅係啲乜嘢咧？咁樣嚇。今日咧想分享耶穌咧講到一啲咧時下嘅人咧更加實際要面對嘅一啲嘅問題啦，就係咩咧？就係憂愁啦。今日嘅講道題目優質生活，不過呢個憂唔係憂愁個憂，係憂愁個憂，憂慮個憂，優質生活。有聖經同我一齊打開聖經馬太福音第5章1到2節先。馬太福音第5章1到2節。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我一跳到第6章啦，6章30節，6章30節到34節，聖經裏邊咁講咯喎。你們這小信的人啊，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神還給他這樣的裝飾，何況你們呢？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係咩？耳熟能詳嘅經文，朋友，今日我哋再睇返有啲乜嘢嘅話呢，真係可以用得返，再次喺自己身上邊，好冇？今日嘅講道冇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唔使驚嚇，都係一個點。好啦，憂慮，有好多人咧，日日咧都活喺咧憂慮當中過日子嘅，可能你都係擔心、煩躁，因為憂慮，令到好多嘅時候話咧，你同我嘅人生咧好多方面咧都被扭曲咗。嗱，最近咧由國際青年商會簡稱咧 JCI 都聽過啦，應該係嚇。香港嘅總會咧即係 JCI HK 啦，屬下嘅分會浩洋青年商會，再簡稱 JCI Hong Kong Ocean。佢發表咗一份報告啦，名為《亞洲青年100快樂指數》。喺今年5月到8月咧進行過調查嘅，收集咗嚟自10個地區，包括香港、澳門、中山、寧夏、台灣、新加坡、泰國、澳洲、馬來西亞同埋日本，一共1101份問卷嘅。報告指出咧，澳門人壓力嘅來源，大部分都話對前途感覺憂慮，
佔咗20.18%嘅。你同我都可能喺呢個百分比裏邊嚟。聖經話咧喺呢度講，耶穌咁講喎，不要為明天憂慮。朋友要聽清楚，佢唔係話唔好憂慮啊，唔好憂愁啊，朋友。耶穌係話唔好為錯嘅定位去憂慮。所以耶穌呢度話唔好為明天擔憂。點解呢？今日都仲未過完，你擔心聽日做乜呢？唔好為食乜着乜擔憂。耶穌想我哋呢做門徒嘅，唔好為錯嘅定位去擔憂嘅。可能你心諗，叫我唔好擔心啊！真係唔係好合人性喎。我就係擔心啊嘛，係咪？你點樣可以話到俾我聽，說服到我唔擔心呢？我聽日唔使，聽日放假，後日返工又要面對嗰壇嘢，又要對住嗰個人。咁而家我當然係非常之擔心啦，係咪？係好合理嘅。咁如果後日我又返工，我又搞唔掂嘅話，咁會唔會好可能又俾老細照肺呢？咁如果老細平日見面都係打個招呼啫，咁無啦啦揾我傾偈嘅話，咁會唔會一開口就同我講，其實你唔係好適合呢份工呢？咁如果冇嘢做嘅話，我邊有錢養家生活呢？咁樣諗係好合理嘅。呢啲嘢係好實際嘅喎。然後你喺度話唔好憂慮啦，耶穌咁講。你真係叫我做人做隻鴕鳥啫。朋友，鴕鳥係點嘅？鴕鳥跑得好快嘅，其實係。可能你去過唔知啊，係咪啊？可能你去過旅行嘅話，都坐過鴕鳥啦，明唔明啊？掹甩嗰幾條毛㗎啦，咁樣嚇。你要捉住佢嘅話咧，好驚啊！你捉實佢啊，又掹甩佢幾條毛啊咁樣。但係佢跑得好快嘅嚇。但係如果鴕鳥咧遇到隻好肚餓嘅豹嘅時候咧，跑得仲快。喺地球上短跑最快嘅動物。係。鴕鳥如果俾敵人追嘅時候嘅話咧，鴕鳥只係會做一件咧好奇怪嘅事。鴕鳥只係會停落嚟，佢唔再跑㗎啦。用佢強而有力嘅腳上邊係有利爪嘅。就喺地上面做咩呢？係咁畫，盡快畫一個窿出嚟，然後將自己個頭伸入去個窿裏面，再用自己強而有力嘅利爪，將周圍嘅泥畫鬆咗嘅泥呢，按翻入去自己個頭度。呢個係幾咁滑稽嘅行為呢？即我哋喺旁觀人嚟講啦，咁樣嚇，非常之滑稽嘅。你將個頭埋咗佢，我睇唔到啊，聽唔到，咁就冇事咩？咁唔係又正俾後邊追緊上嚟嘅炮，我一定隻硬你㗎啦，係咪啊？但係有時我哋做人咧，就好似鴕鳥咁。就係好滑稽咁樣咧，將個頭咧按埋個泥裏邊嘅話咧，就扮冇事。當有事發生嘅時候，睇唔到聽唔到，佢就扮冇事啦。
好多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擔心咧，係因為咧有好多好實際嘅問題，不斷咁樣咧湧喺我哋眼面前嘅。咁點算咧？聖經喺度講啦，耶穌講話啦，不要為明天憂慮，不要為錯嘅定位去憂慮，因為呢啲事你擔心都冇用嘅，呢啲事你擔心係多餘嘅。因為耶穌話你需要用嘅所有嘢，你哋喺天上邊嘅爸爸其實係知道晒㗎啦，知道晒發生啲咩事。呢個爸爸係知道嘅，佢仲係一個乜嘢嘅天父爸爸呢？佢仲係一個大有錢佬、大富翁天父爸爸嚟嘅添。呢點搞清楚，記住。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咧公佈2016年今年全球富豪榜，標基，我相信每人都唔識㗎。標基連續3年咧都成為首位嘅，身家跌咗少少，不過仍然以750億美金咧成為世界首富嘅。搞錯！天父先至係全世界10大首富之一，係咪？你跟住呢個爸爸，咁你仲擔心啲咩呢？你跟住呢個天上邊咁有錢嘅爸爸，你仲嬲？你仲興啲咩呢？你呢個天父仲係非常之咁愛你嘅。佢個性格係好願意供應俾你，你仲擔心啲乜嘢呢？朋友？唔係因為朋友你有問題喎，而係話喺天父嚟講，呢個根本就唔係個問題，因為呢一個爸爸係財雄勢大嘅，身心靈非常之富有，佢仲係不斷喺聖經裏邊已經留低咗無數反覆咁多次嘅説話同埋勸勉，話俾我哋聽，其實我非常之愛你，我非常之愛你嘅阿仔阿女，仲話好願意供養阿仔阿女，咁就唔係個問題啦，係咪？朋友，唔好為唔啱嘅定位去擔心，發敏陣黑面。要知道你擔心煩躁黑面嘅時候，代表住乜嘢啊？代表住你將你嘅眼光所見到嘅嘢，就係睇面前，就係睇面前一堆嘅問題，係咁睇問題，越睇越大，所以你有呢咁嘅反應咯。你知道，如果將個拳頭擺喺面前，你好多時候你就係睇呢個拳頭，你唔肯將個拳頭攞開嘅話，你不斷咁做呢個動作，你周圍嘅嘢都望到，你只會將呢個拳頭呢個問題越睇越大，你再睇唔到其他嘢。只會更大問題，你會睇感覺更大。老老實實，我話你咁諗，個話時話啦。咁神有啲乜嘢贊成我值得去擔心同憂慮嘅呢？既然唔俾我擔心，唔俾我憂慮嘅話，咁有啲咩神係好贊成我去擔心嗰啲啦，去憂慮嗰啲啦，去對嗰啲黑面啦咁樣。咁啊，調翻轉頭諗咯，神好想為一啲啱嘅定位去擔心、去黑面、去發脾氣、去糾正佢。耶穌呢度已經有講，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我爸爸天父係好有錢㗎，
但係佢唔會照顧我點算呢？留意啊，佢講咗㗎啦，必加給你。耶穌神嘅仔已經講咗頭先，必加給你。不過原來有條件㗎，睇清楚神嘅仔講過啲乜嘢，唔好我哋去猜想神啊主啊會講咩咧咁樣，已經講咗啦，明明白白講咗。天上俾神會供應俾你，不過有條件，你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呢句説話咧，其實我上一個月講道嘅時候咧，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嘅話咧，大家可以講道重溫，網上面可以聽翻嘅。上一個題目叫求神講關於祈禱已經講過，係有條件嘅喎，神會俾我哋嘅，但係要先將你本身嘅功課做完先，佢就俾你啦，就係咁簡單。我嘅仔咧，大仔咧，好中意咧，夜晚咧同我玩摔跤。唔好以為我哋兩個成條藤咁樣摔咩跤啊咁樣啊！係冇錯啦，男仔啊嘛，我係傾緊偈、傾心事嘅，跟住我哋就玩摔跤啦、摔角啊咁樣。有時候阿仔嘅話咧，忍唔住啊，咁樣即係未食飯啊嘛，就想同我切磋下咁樣我仔勁啊有少少後悔，不過我都覺得值得嘅，即係今年帶佢學咗跆拳道咁樣我升咗做8間黃帶啊咁樣，我連8帶都未有咁樣點打咧咁樣？佢勁咗好多啊！學咗跆拳道。同我玩上，咁但係我每一次都會同我大仔講咧，你要先完成咗你嘅功課，包括你學校嘅功課，打開晒你學校嘅手冊功課，俾我睇簽名，做啲乜嘢做晒佢先，跟住你嘅功課就係食飯、沖涼，做晒所有嘢。跟住我爸爸就會做我爸爸嘅部分啦。Come on，你啦，做完晒所有嘢㗎啦，你啦，同你切磋下。我非常之願意同我個仔咧去站埋一齊，不過要先完成咗佢嘅功課先，因為我心諗佢未食完飯嘅話，佢邊有氣力同我打鬥咧係啦，即係我爸爸係咁諗嘅我相信天上邊嘅爸爸咧，佢都係咁樣去諗，佢一定會做佢自己嗰部分嘅。事與願違，情況嘅關鍵咧，就係成日落喺我哋冇做我哋該做嗰部分。我希望有一個幸福嘅婚姻，但係又唔好好咁用耶穌愛嘅方式去建立對方。我想問啦，咁你點能夠有一個幸福嘅婚姻呢？我希望我嘅仔女表達好，有禮貌，情緒管理節制好，但係你只係花好多嘅時候照顧佢嘅起居飲食、讀書、上興趣班，花時間落喺呢啲咁嘅方面。咁我心諗，你又唔花時間、精神做一個榜樣，其實點樣去表達情緒管理，做一個生命見證嘅話，俾啲仔女知道、明白、睇到，咁你點期待叫上帝我哋嘅天父祝福你呢？我希望我嘅事業有前途，但係返工唔認真。我想有好明白自己嘅朋友，但係
又唔想去學點去明白人，鴕鳥嚟嘅嗰啲嚇，有時候我都會做鴕鳥嘅。想明白神對自己其實有啲每一日嘅説話，想講啲乜嘢，但係又唔花精神去打開聖經去揾。朋友，你要去做你該做嘅部分先，你先要去調整你需要去調整嘅部分先，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神一定做佢該做，自然有所安排嘅。Amen。人越大，只會越想追求，有時候更加會自然得到更加多嘅嘢嘅。我哋中國人呢，有一句諺語叫做五子登科，原意呢係話呢，相傳以前有個人，佢嗰5個仔呢，相繼都做咗官。就代表呢，五子登科代表好幸福嘅意思。有冇聽過啊？冇聽過。好啦，有人有聽過，有啲人有聽過，不過將佢現代化嘅意思而變化咗嘅。現代人呢，將五子登科呢改為，如果你係幸福嘅指數係有邊5個仔呢？呢5個兒子包括車子、妻子、孩子、房子同埋金子。可能在座有啲朋友嘅話呢，缺少唔齊嘅呢五個仔，呢5子。可能在座有人嘅話，已經係5子都已經齊全㗎啦。有車啦，有樓啦，有仔啦，有房啦，有樓啦，有金子，金子就有錢添。即係有時候可能啲現代人嘅話呢，你少咗其中一樣嘅話呢，你都唔係一個幸福嘅代表嚟嘅。不過，就算你有齊，並不是代表你就覺得日子好輕鬆嘅，係咪？有車有飯。有時候有車邊有揾位呢？澳門街又要交車租，咁咪要養車咁樣嚇，就要驗車。有時候萬一撞車，我以前上一年又撞車，哇！又要賠錢啦咁樣嚇，錢調翻轉頭金子我又冇乜錢喎，就要揾我老婆。有時候鬧交啊，弊家伙溝通又交着嘅時候有仔又憂慮係咪？又擔心，有時候都開心嘅，大多數時候都開心嘅。不過煩嘅時候真係好煩咯，係咪？係咪啊？哇！真係我好活潑啊，正規啲去講啊，話好活潑啊，哇！咁樣走啊，咁樣即係，但係周圍闖禍嘅時候咧，你都覺得係真係好煩嘅咁樣。有樓有樓你有煩嘅，有時候有錢又有煩點投資啊咁樣嚇。咁其實喺耶穌基督裏邊嘅話，你可以經歷一件事叫做交託。我好中意呢段經文嘅，喺呢度聖經咁講，6章最後咁樣話。頭先我都係咁樣話嘅，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白只有明天嘅憂慮，一天嘅難處一天去擔當，咁就夠㗎咯喎。我覺得真係一個好好嘅心態嚟嘅。耶穌想我哋去學習就係一個咁樣好嘅心態，唔係將事點樣每日處理得妥妥當當。朋友，你要去明白呢個做法背後天父嘅心意，但係好多嘅時候嘅話呢，我哋嘅憂慮呢，反而係天天嘅。我嘅個性呢，即係介紹下我自己啦。我嘅個性呢，成日都係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嘅人。哇，幾好聽啊呢句説話！我呢個份人呢，就係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嘅人嚟嘅。
如果朋友你聽過9型人格裏邊嘅話咧，佢係非常之典型嘅第5型嘅人，觀察型好強嘅人嚟嘅，非常之細心。哇！我咁讚自己，我都起雞皮啊！但係咧，因為有時候好細心咧，我會好容易咧會憂愁，好容易咁樣咧係擔心聽日，仲會擔心埋後日、下個月、下一年、5年後、10年後，我會有一堆嘅擔心。細仔呢一排咧成日病，今日又冇返到教會啦。我相信呢個循環嘅話咧，都仲仍然未離開我。過去嗰4個月，每次講道之前嘅話咧，個仔都會發生事嘅，係嘛？又病啦咁樣。我細仔一病嘅時候咧就猛㗎啦。有時候啊，我都係擔心咧，我都係憂慮啊，會唔會大個嘅時候咧，佢係一個火爆嘅人咧咁樣，成日都即係發懵疹啊咁樣。即係當然啦，我明白佢舒服咧，表達啊，唔係識得完全用言語表達出嚟咧，跟住邏輯佢咁樣諗啦，咁所以用發脾氣啊、喊啊咁樣，都係擔心啦，會唔會影響佢性格嘅咧咁樣啊？大仔咧，依家咧讀嘅小學咧，我相信其實我真係好相信咧，係神安排俾佢最好嘅學校小學嚟嘅。而家暫時咧，大仔返嘅學校咧，學校嘅教學理念咧，同埋咧周遭嘅同學嘅關係嘅話咧，其實係我最後未去決定俾我嘅大仔讀呢間學校之前嘅話咧，同神咧係不斷咁祈禱啊，全部係應驗晒嘅。但係擔心咧，亦都係應驗晒都好喎，神俾咗我噶咯，我都擔心。小學嚟啫喎，讀到小學6年班，我都讀過呢間學校，咁就要揾學校啦。要揾學校，咪好似以前我自己小學升中學嘅時候咧，周圍揾學校啦，好慘啊，適應唔到嚇。啲同學啦，又有好多比較啦，同學又唔睬我啦。又唔借功課俾我啦，借功課俾我抄啦，講句英文啦，攞份測驗卷，講個英文唔識講，我擔心細仔第時會唔會唔識講㗎，學校度問張測驗卷，去攞嚟測驗都唔識講啦，學校嘅新嘅生活會唔會適應唔到啊？佢朋友會係冇佢真正嘅好朋友啊，第時咁樣。咁點算？咁點算呢？咁樣，甚至教會裏邊嘅弟兄姊妹，其實我一直以嚟都睇到好多需要㗎。我眼見到、親自聽到、耳傳翻嚟嘅我氣場感受到嘅，甚至乎嘅我聖靈。好似係話俾我聽，其實佢好多需要嘅，呢個需要係呢個方方呢個面面咁樣，我都會有一大堆擔心嘅。其實我點樣可以同佢一齊呢？其實我點樣去幫佢呢？點樣用最合宜嘅愛去愛佢呢？最合宜嘅態度、行為、言語去鼓勵佢呢？我擔心咗，如果我出咗口之後嘅話，佢反而係更加負面呢。咁咪仲慘，佢仲慘咁樣。呢幾年咧，我反覆咧諗起呢段經文，我諗通啲嘢。我諗起呢段經文咧，我諗起其實你一直坐喺度，乜都唔做。當有事發生，尤其有事發生嘅時候，啲關係咧，尤其係你喺度憂慮，但係你乜嘢都唔做，等喺度等，寂寞到夜深，即係夜已漸荒涼啦。我加多句，夜已漸昏暗啦嘅時候，
結果你今日你應該要去面對嘅嘢，你面對唔到，積埋埋。我記得我同老婆咧聽過一個工作坊咧，嗰個牧師咧佢講過一個理論喺美國啊，有一個理論咧叫做潛能遞減論 （potential 遞減）。當一樣嘢你係唔用嘅時候，你唔去面對嘅時候，你5年你唔去講，你唔去做，你原本你識講你識做嘅話，你5年之後你根本就唔識做。你根本就唔識講，你咪唔想講，你嘅潛能已經係消失咗，唔使好耐嘅5年。你5年後你唔肯去面對5年前嘅嗰樣嘢，你5年後嘅話，你想面對，我想去講，有冇試過？想講，我講唔到，因為你講你想去面對嘅能力根本已經冇咗。Sorry， 你今日唔肯面對。將來你想面對嘅，你想面對都唔到，潛能遞減了。我開始咧做好咧，我今日應該做要建立嘅關係，所以我感恩阿輝啦、Jason 啦，肯同我做朋友啊！大家咁話，去學點樣去教養。去學咧點樣去管理好自己嘅健康，點樣咧去研讀每一日聖經，點樣去用出嚟，唔好齋去睇，做好今日應該做嗰部分，然後將來聽日我所擔心嘅事要去學嘅，唔係天生有，唔係我基因就有嘅，交俾神。我反覆諗起聖經。頭先耶穌講嘅呢段經文，我又諗通啲嘢。如果我冇做好今日我該做嘅人生功課嘅話呢，但係又話將結果交俾神咯，咁就咩啊？咁就咪不負責任嘅人咯。咁如果我做咗，我今日受感動，其實應該要去面對，就算係困難。就算係冇面啊，就算係好挑戰，唔係好似自己喎。如果要去面對嘅話，如果要去講嘅話，但係又唔將聽日將來交俾神去安排嘅話，咁就變咗乜嘢啦？咁就變咗自討苦吃咯。朋友，鼓勵你，將今日你要去處理嘅，你要去面對嘅任何事，都要去面對。聽完走，當乜嘢都冇聽過，好容易嘅，好容易㗎。最後乜都冇變過，其實係自己。你嘅罪性不嬲都冇變過。剩翻落嚟嘅，我鼓勵你。所有好多嘅變數，除咗你為將來嗰份保險之外，乜嘢事都可以變。咁就將除咗你已經買咗份保險之外嘅話，所有明天嘅變數就交俾神啦，Amen。所以今日嘅講道係咁多，優質生活。神係一個咧好富有，其實亦都係好愛你嘅神嚟嘅，佢好想去供應你，好想去俾你。其實你實質嘅需要係啲乜嘢？天父爸爸係知道，但係有條件嘅。你嘅人生功課，你有冇做咗先？你做咗先，係咩？好好過今日，好好面對每日人生嘅功課。你知道嘅朋友，冇講功課係啲乜嘢？你知道嘅，神曉喻你嘅聖靈，弟兄姊妹，你受感，你一定知方方面面係啲乜嘢。朋友，你唔知，你問下身邊人咯，尤其相熟你嘅人。明天嘅事只有明天當，天父會祝福你嘅。最後我祝福大家。
每一日都可以經歷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願神祝福佢嘅話語。